在桃园的小乌来天空步道附近的乌来溪，今下晡发生渡水意外。这个国中3年的学生去遐耍水，其中3个渡水了后，其他人有赶紧敲119。警消人员赶到现场，虽然有人甲救起来，不过已经无喘气心跳，送到病院，有关是救无回来。最近天气真热，真侪民众爱去户外耍水。不过在于下晡1点外，7个高中生小约去无开放的桃园小乌来天空步道附近乌来溪耍水，不幸发生意外，其中4个人走去浸水的所在，3个人落落雨水毒死，1个人掉伫对岸。经过一番搜索后，发现在水底下被漩涡卷住，无法脱困，立即着潜水装备下水将3人救起。救援人员缉捕了后，紧急到场抢救，陆续将人救上岸。不过其中2个人救起来时阵已经无气，分别送去文主公病院、甲国军桃园总病院急救。不过不幸3人拢急救无效，救无回来。我有跟他说要小心，你要出门要打电话给你爸爸，我是他阿伯。我要只是会可能休息吧，跟朋友出去。出代志的地点伫乌来溪水源头有警示牌公告是禁止耍水的区域，4周围完有设围篱禁止民众进入。风管处有发现部分围篱互民众破坏，已经赶紧修复。在暑假的期间，我们都会进行相关的巡逻跟劝导。我们也发现了周边的围篱有被民众破坏的迹象，那我们也会尽快的来修复。校校表示，这7个人高中毕业，11放榜，拢录取高中职校，小约去佚佗，无想到发生意外。校校已经去病院协助家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